弓，坤道弓。经济利益额按量单位103元，9月份体会班原则，项目量以3公元到工，2公，3公，感谢全体工，感谢助理工，感谢本职工，感谢团组工，坤道工。2公，3公，感谢前事工，感谢助理工，感谢讲师工，感谢摊主工。人道公，坤道公。时下中央平山周以人道公，2公，3公。坤道公，2公，3公。快点行。